破读學台語，佮手動作相關的克漏字第3集，摘掉。桌頂溜溜的，就是桌面擦一擦。下面4字，第一字讀作柔，溫柔的柔；第二字流，第三字螺，螺絲的螺；第四字流，流魚的流。12條，叫你把這領衫提去thuā-thuā的，你是有聽著無？就是叫你把這件衣服拿去用清水漂洗一下，你到底有沒有聽見啊？下面4字，第一字讀作thuā，第二字讀作拖，第三字讀作台，第四字讀作拖，湯拖的拖，這是昆蟲的意思。第13條，用手把那個物件撥開，用手將東西推開。下面4字，第一字讀作縛，縛皮的縛；第二讀作puah，第三字讀作bián，第四字讀作背，手小背一下。14條，哪有人煮飯免khàm-kuà，哪有人煮飯不用蓋上蓋子。下面4字，第一字讀作khàm，第二嘛讀作khàm，第三字嘛讀作khàm，第四字讀作kuà。15條，出去愛會記得戴帽子，面才袂曝烏，出去要記得戴帽子，臉才不會曬黑。下面4字，第一字讀作大，第二字讀作地，第三字讀作地，第四字讀作大，大佇兜的大。好，感謝各位。